好，我係校園藝術大使余樂兒。大家有冇遇過一個終極難題，就係自己個作品畫得太精彩，精彩到就唔應該係只係一張紙。到咗2026年，AI 個魔法就可以令你嘅作品喐起嚟，令你嘅創意可以瞬間由靜態變咗去動態。不如我哋就用基福同學嘅作品去用 AI 去生成動畫吧，睇下會點樣先。我哋仲會邀請埋佢哋去介紹下佢哋自己嘅原創。大家好，我係呂成毅，我嘅畫作描繪咗熱鬧嘅壁球比賽現場，球場上有2隊球員喺度努力咁猜波。因為我希望大家可以清楚咁見到比賽嘅環境，所以側邊仲有計分牌同埋好多嘅觀眾添。呢幅畫想表現出比賽嗰陣時既緊張又興奮嘅熱鬧氣氛。我叫郭永信，呢個係用泥膠做嘅作品，題目係古怪森林。畫框入邊有一個橙色嘅精靈，一朵綠色嘅大花，而天上面就有一粒粒紅黃色嘅雲，同埋一隻色彩繽紛嘅雀。因為我想模仿藝術家米羅嘅風格，創造一個森林世界，所以色彩主要運用咗簡單而鮮明嘅3原色。呢度嘅一草一木都生得好有趣啊！我係鄧少華，我嘅畫作主題係一場激烈嘅羽毛球比賽，可以見到一男一女正在比賽。我使用咗橙色同埋紫色呢2種強烈嘅顏色作為背景，畫面睇起來非常醒目，希望能俾大家感受到運動帶來嘅熱情與歡樂。我係沈子柏，我嘅卡通人物好特別，我參考咗胡桃格子嘅衣着，將佢嘅衣着放咗喺檸檬茶度，所以佢留着鬍鬚。我將日常物品擬人化，將普通嘅飲品變成咗一個既有型又神秘嘅角色。我覺得呢個畫風好有幽默感。我係劉碧瑩，我嘅設計係一個喺杯麵入邊伸個頭出嚟嘅可愛精靈，佢有粉紅色嘅頭髮，背景我用咗放射形式嘅線條、波點同星星，營造出泡泡藝術嘅風格。我嘅作品想帶出一種奇幻有趣嘅感覺啊！我係陳子武，我嘅作品畫咗一位網球員全神貫注咁準備擊球，背景係紅色嘅球場，同埋看台上嘅觀眾。我用咗大面積嘅紅色同黑色嘅運動衫，形成強烈對比。我鍾意呢幅畫。唔知大家鍾唔鍾意呢？我係董有實，我嘅作品係用稀土做嘅人物雕塑。佢係一位基科嘅女同學，佢淨係小息時響課室食緊零食。為咗營造真實感，我將人物雕塑放置喺課室嘅窗台上，幫佢影相。我想透過呢件作品捕捉小學生響小息時最放鬆嘅時刻，唔知大家有冇共鳴呢？我係寧靜，我哋嘅作品係3位基福同學喺聖誕聯歡會嗰陣時一齊開心玩嘅情景，中間嘅同學神情專注。側邊2位同學戴住鮮紅色嘅冷帽，帶出聖誕氣氛。我希望為聖誕聯歡會留下美好嘅回憶啊！
咗咁多作品，大家覺得點呢？我就覺得每一位同學仔嘅作品都非常特別，所以下次唔好再投訴自己嘅畫唔夠逼真啦。只要你夠膽踏出第一步，加上啲 AR 魔法，就連你隨便畫個石頭都可以係動畫入邊跳出一個天鵝湖。希望各位同學仔都可以多啲發揮自己嘅創造力。